27岁的白马是一位活泼、无所畏惧的女性，同时也是2个孩子的母亲。白马于1990年出生在西藏一个绿色山谷中的一户游牧家庭里。那时还是孩子的白马很羞涩，但勇于梦想。白马爱吃糌粑，他喜欢在清澈的天空下、广阔的草地上和牛羊群度过夏日时光。他一边数着美丽花朵，等到数不清时又从头来过。白马在儿时有2个梦想：就读世界一流大学与拜见他所尊崇的达赖喇嘛尊者。追梦使她成为一个既热情又有信念和使命感的年轻女子，而她在学业方面也很突出。2010年，白马从北京某所大学毕业后，获得到美国顶尖大学攻读硕士的奖学金。但最大的障碍就是他需要一本护照，因此他提出护照申请。犹如他所担心的一样，等待毫无止境，甚至超过了入学日期。白马到国外大学攻读研究学位的梦想就此破碎。之后，白马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就此定了下来，也步入婚姻的殿堂，成为2个美丽可爱孩子的母亲。7年后的2017年，好运再度来临。白马听说第34届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将在印度菩提迦叶举行。时隔5年，时轮金刚法会终于要再度传授。现在的白马因有了护照，便想实现他人生中的第2个梦想，拜见达赖喇嘛尊者。白马在亲朋好友们的陪伴下启程前往菩提迦叶，先从成都飞往尼泊尔，再从尼泊尔飞到印度。他们在尊者抵达菩提迦叶前夕到达。此时的白马已激动不已，彻夜未眠。他当天沐浴3回，折好他的心脏装，并把衣服安放在枕头下。但在凌晨时分，一通电话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白马的亲戚从西藏打来的电话中传达了中国当局的苛刻命令，所有朝圣藏人需立即返家，否则他们和家属将面临严重的后果。白马和他的亲戚们既难过又失望，但不得不在他们的根本上师踏上菩提迦叶净土的前几小时前就先行离开。他们离开佛陀开悟之地，离开达赖喇嘛尊者居住传道的地方，回到了一块禁止佛陀教诲和达赖喇嘛尊者存在且镇压宗教盛行的土地。白马和亲戚们从尼泊尔搭机飞回成都。他们在成都机场不仅遭到了当局数小时的审讯，而且白马极为珍视的护照也在他眼前被撕破并扔进垃圾桶，使他既震惊又悲伤。白马出国旅行的梦想就此破灭。如今西藏的年轻人也是今朝做梦，明日梦碎。